由華傳奇冠名的執子之手，共歷溫情歲月，仲夏篇新將夫妻容情頒獎禮暨澳門藝型女性協會成立2週年會慶，於5月22日中午12:30，在威尼斯人酒店的蜜利拿海鮮酒家舉行。會長冼敏興致辭時，將夫妻的婚姻比作參天大樹和明燈，強調愛是相生相輔相成的藝術，執子之手與子偕老，不在於轟轟烈烈的誓言，而在於日常的付出與犧牲。這種細水長流的溫暖感染着每一個人，也讓大家對婚姻有了更深的理解。華傳奇創辦人周美玲介紹了華傳奇會的情況，表示維繫一個家庭需要彼此包容、溝通和為對方着想。華傳奇冠名此次活動，正是希望夫妻恩愛能夠代代相傳，尊重婚姻的神聖，真正實現家和萬事興。現場進行由各社團推薦的8對優異夫妻進行表彰，鼓勵社會珍視婚姻價值，宣揚夫妻和諧相處之道。